台南市甲法国北基夜市两市的市长透过看海视讯，设计为姊妹仔市，会当牵起这条线，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拢有着丰富的历史甲文化古迹，双方对自由民主也有着同款的理念，相当难能可贵。两个城市之间的友谊从现在开始会更深入一层。那么明年是台南400，我们也热情的邀请贝基耶市的梅纳尔市长能够前来台南造访，一方面也了解进行两市的文化交流，那也更加深化了两市的情谊，更希望说在台湾的民主道路上以及言论自由的道路上，能够有贝基耶市一起来这个互相互动，而且交流，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贝基耶市位伫法国南部，伫西元前625年建立，是法国上古早的城市。伫地名之前，已经先将台南标示伫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处的姊妹仔市路标。贝基耶市市长梅纳尔期盼会当甲台湾、台南推展民主自由。Voilà ce que je voulais vous dire. Vous l'aurez compris, je suis ému, touché, heureux de ce jumelage. Je ferai tout pour venir chez vous pour le 400e anniversaire. Et bien sûr, je vous attends à Béziers pour découvrir notre ville et pour imaginer ensemble comment concrétiser ce jumelage. Merci à vous, monsieur. 大致讲的是，这是台南伫法国第一个地名的城市，也是贝基耶市伫东亚的第一个姊妹仔市，意义非常重大。伫仪式当中，台南市也送着印有两市手画古迹的纪念帆布袋仔，以及市花兰花来祝贺。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